宜兰罗东有一间宠物店，最近是去互网友铺文，讲员工涉嫌甲一只狗仔电颔棍甲伊苦毒。业者表示讲这只狗仔送病院确诊了后，伊无要紧啦。涉案的员工呢，即马是已经家己请示啊。县政府今日呢，嘛有去到宠物店来了解状况，准若有违法，就照动保法甲罚。一只吉娃娃屈伫个人仔内，看到宠物店的店员真生惊，因为进前有民众看到迄个员工涉嫌虐待迄只吉娃娃。民众讲，迄只吉娃娃等2个月为大，一开始只是伫笼仔内扑扑跳，就互店员用手机弄玻璃，佮直接开门伸手带来甲伊电颔仔棍，一直到吉娃娃喙完全无法度振动，过程持续超过10秒钟。这篇破文伫网络顶引起网友对宠物店的谴责。对，我们已经跟店家做了联系哈，那店家已经把这一只动物呢送动物医院去检查。那目前检查的结果是没有受伤的这种情形。县政府表示，已经初步联络宠物店，23嘛前往了解情形，后续会请涉案的查甫过去说明。若有虐待行为有造成动物受伤，依照动保法，这个查甫会当罚款3000到75000，嘛要求宠物店限期改善。若无改善，嘛会当依照动保法开罚。若宠物店事后嘛发文。吉娃娃送医了后已经无要紧，涉案的查甫嘛已经家己辞职。往往都会被轻判，然后就是举证比较，因为动物不会讲话嘛，它不会自己搜证跟举证。针对宠物店发生虐待案件，有动保人士认为，动物袂用家己表达，公部门要举证有困难，要对涉案人依照动保法开罚。伊较早的经验应拢发袂到，也是爱不定时的稽查，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